維多利亞公共運輸 PTV 係你嘅商務票中央站，公共交通服務，並提供客戶嘅反覆信息。最新信息通過我們嘅網站、電話中心和流動應用是可利用嘅。你能參加 PTV 喺南十字駐地站獲得關於公共交通嘅面對面嘅信息，以保證你有一個安全並且在我哋嘅網絡巨大嘅顧客經驗。那裏係你需要旅行前知道一啲嘅事情。火車、電車、巴士和旅遊巴士提供完全公共交通服務，將同中央商務區延伸至郊區以後所有嘅方向。城市居民火車、電車運行從5點早上最晚至5夜，星期一到禮拜四；而星期五到星期六延長時間至5夜晚上1點 AM。最好係檢查滿本網絡站巴士表和 V-Line 火車和旅遊巴士時間表最佳嘅。要得到我們嘅公共交通工具嘅網絡，你將需要有你自己嘅 MyKey 智能卡。MyKey 智能卡係你增加價值對支付你嘅公共交通工具嘅車票同埋一隻耐久可自用嘅卡。MyKey 智能卡喺你嘅錢包裏，你永遠準備旅行喺火車、電車和公共汽車。MyKey 智能卡有4種類型：全票、優惠票、老年人票和兒童卡票。因此，你可獲取 MyKey 卡嗎？立刻要得到 MyKey 智能卡，只需訪問你嘅當地火車站、71商店或零購商，那裏你看到 MyKey 嘅標誌。在大城市火車站和一些容易接近嘅電車MyKey 購買機和一些公共巴士交換處或電車站可以得到全票價嘅 MyKey 卡。你可以在網上也買到 MyKey，或在個 ptv.vic.gov.au 或通過1800-800-007允許最多7天交貨。那麼你現在有你嘅 MyKey 智能卡，你需要加滿錢喺你嘅智能卡，喺當地嘅火車站、71商店或零購商，你永遠將有你嘅口袋嘅火車、電車或公共巴士車費，和你永遠準備好嘅旅行。如果你加滿錢喺你嘅 MyKey 智能卡，在網上或電話上，你需要24個小時處理，所以佢係一個好主意，補充你嘅旅行前嘅一天。因此，你需要什麼類型嘅卡呢？ MyKey 卡喺你旅行嘅方式最低嘅車費或每年用幾次。在你旅行前，你需要加滿你嘅 MyKey 金錢或 MyKey 通行證。MyKey 金錢以你收現款嘅通行時適合，如果你經常旅行。同時，你可以喺你嘅 MyKey 儲款、MyKey 通行證或 MyKey 錢。這是因為 MyKey 錢可以支付你任何你嘅全地區或之外嘅旅行。如果你使用 MyKey 通行證，它可以支付有一點點嘅金錢儲蓄在你嘅支付嘅你嘅車票。如果你離開你嘅 MyKey 通行證有郊區域上，並且最重要嘅，你知道你嘅 MyKey 通行證不會運作。如果在任何時候你嘅 MyKey 金錢平衡落在0以下，現在你嘅 MyKey 金錢已補足，你可以準備去旅行。請記住，每次你上車或落車，即使你改變方式嘅時候，你需要接觸和引起，以便你有一張合法嘅票和支付正確嘅車費嘅旅途。維多利亞有公共交通工具，
車費有兩種類型：全票或優惠票。優惠票價為合格嘅優惠卡者或費用係利用一半附近全票，並且為多數票型可以利用。在維多利亞，孩子3歲以下旅行免費在公共交通工具，但是必須由父母或監護人陪隨佢哋。乘客可以旅遊門票優惠，如果佢哋約為16歲或以下，為帶核准嘅維多利亞時代嚟特許證，只需記住必須執行有效嘅優惠卡。在所有時間優惠卡機票旅行時，如果你不需這樣做，你嘅優惠票旅費冇效，你可能會收到罰款。公視網絡站提供有效維多利亞優惠卡嘅完整列表。當旅行在維多利亞公共交通工具嘅網絡時，你可以遇到一些公共交通獲授權人員。獲授權人員受僱於公共交通營辦商檢查門票，改善客戶安全，提供客戶嘅信息，幫助特別活動期間，他們所有嘅方面有關運輸法律都培訓，並有權要求你出示有效車票為你嘅旅程。如果他們認為罪行發生，獲授權人員有權要求你嘅姓名或地址，以及證明你嘅詳細信息正確，用作證據，否則請求進一步罪行發生時，人員必須給予你嘅票。如果你嘅票並且它仍然有未使用嘅價值，當它被採取了，證據你也許合格，有時被退還票價，或者一次被補發嘅調整或完成。同時，你必須購買另一張買機卡或票。如果你同授權人員請求不合作，你會被拘捕或舉行，直到警察到達為止。授權官員不發布違反通知，定稱罰款給乘客，反而該速報欠的進攻報告提交給交通部決定是否發布反通知。如果你由一名授權員通知，你可以收到違反通知郵票。違反通知可以歡呼，但是注意到最重要，歡呼不可以被考慮，直到你收到違反通知。細節怎樣歡呼在違反通知提供，要求保證在那裡公共交通工具一次安全和舒適嘅旅程，也是申請一定數量旅客嘅旅程。它是重要。當旅行你不將你的雙腳放在座位上，消耗酒精，強行打開門，亂掉垃圾，吸煙或使用不雅嘅語言。如果你記得這些事，你永遠將有公共交通工具嘅一次安全和舒適嘅旅程。如果你需要坐公共交通工具嘅詳細信息，在你嘅語言交談了翻譯員嘅 PTV 顧客服務顧問談話耳口翻譯員。我們希望你旅行在維多利亞公共交通工具網絡。